主后2024年2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把时间交献予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埃及记31章第10到18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已经对犹大支族竞选予你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列。我用上帝的神甲伊充满，予伊有智慧、聪明甲知识，熬做逐款的工艺，熬设计图案，用金、银、铜做物件，搁熬刻要鑲的宝石，熬用木材刻逐款工艺品。我搁对但支族派阿希撒抹的囝阿何利亚伯甲比撒列同工，遐有智慧的人，我要赐因才能，予因会当做我交代因做的工作，就是会幕、约柜，甲约柜顶面会挂会幕一切的器具，甲桌顶的器具，纯金的灯台，甲灯台一切的器具，香坛、烧化祭的祭坛，甲坛一切的器具，洗汤的盆，甲盆座，又讲做的礼服，就是祭司阿伦甲伊的囝做祭司服侍得穿圣的礼服，以及通抹的圣油，甲圣所得用香香的香，因着照我所命令你的去做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讲，恁一定着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我甲恁中间世世代代的记号，互恁知我是甲恁分别做圣的上主。所以，恁着守安息日做恁的圣日，无遵守即日做圣日的人，一定着互伊死。伫即日做工的人，着对人民的中间甲伊除灭。六日着做工，毋过第7日是献予上主圣的安息日，着完全休困。伫安息日做工的，一定着甲伊处死。所以，以色列人着守安息日，世世代代遵守安息日做永远的约。这是我甲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的记号，因为上主伫6日的中间创造天地，第7日就停工休困。上主伫西奈山甲摩西讲话讲煞，就将2块石板交予摩西。这2块石板顶面的界面是上帝亲手写的。把时间交还予上主，因为新冠武汉肺炎的疫情，予真侪教会3年外前不得不采取线顶礼拜。拄呾开始，真侪信徒袂惯势线顶礼拜的方式，认为这无成得做礼拜。当疫情缓和，人的生活回归正常，总是真侪兄弟已经惯势线顶做礼拜，直到实体礼拜的人数一直无法度恢复。真侪教会开始呼吁兄弟重新转来礼拜堂做伙敬拜上帝，指出实体聚会才符合信仰教导。不过，这种的劝说有点仔奇怪，敢讲疫情期间的线顶礼拜就无符合信仰的教导？其实毋是安尼，伫倒位敬拜上帝甲守主日的教导无关，总是袂当否认的。线顶礼拜较好实现团契的信仰生活，就算伫网络顶面彼此关怀，阁有线顶聚会，
要是无摘掉取代伫生活中的真实互动。伫旧约中，守安息日是十条诫的第4诫，可见这是敬拜上帝的人着遵守的基本教导。就算大多数的基督教会拢是守主日，毋是守安息日，却无离开遵守第4诫的本质。出埃及记31章的记载，伫去做圣幕的教导了后，上帝转移教导爱守安息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守安息日的教导，并非聚焦伫敬拜上帝，反倒是伫强调人需要休困休息。上帝吩咐摩西，爱互所竞选的子民谨守安息日，因为迄是严肃的休困日。人若毋遵守，照常工作，就必须处死。守安息日是上帝甲伊的子民之间立约的凭证，因为上帝伫6日内创造天地，伫第7日就停工休息休困。规约神学家布鲁格曼伫《安息有时》定心安息正义抗衡当代文化册中，将10条诫的第4条诫守安息日和第10条诫毋通贪婪结合做伙。检查第10诫，往往互认为是毋通贪恋别人所有的一切，这是咱拢无啥会去触犯的。毋过，伫这无用七七的社会，人总是真努力要去得到家己想要爱的，不断追求家己所需要的，也不断扩展家己的成就感，期待好还要搁较好。守安息日是上帝甲咱维系关系的一种凭证。咱若无遵守，其实就是伫窃取上帝的时间，因为咱贪婪找求家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。守安息日是用感恩的心，甲家己的性命甲时间交还互上帝，互家己有时间会当停落来，好好享受安息日带来的平安甲宁静。伫后疫情时代，主日的时检查你还惯势伫线顶礼拜，检查已经转来教会参与实体礼拜。无论安怎，守安息日也是主日，拢是提醒人毋通搁再贪婪计入迄原本无属于家己的时间、金钱，还是物质，免得破坏甲上帝的关系。默想，现代人过度无闲，常常袂记得休息，搁袂记得着爱留时间互上帝。我要经常找时间停落来，通好享受守安息日的平安甲宁静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饶赦我经常偷走你的时间，敢若为着去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也求你帮助我拄去贪婪的心，无互家己失去甲你相会的机会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